再来看香港的立法会3月通过《基本法》23条，传出有出名的独立册店哦，因为香港政府常常去找麻烦，规期关门。所以香港政府是讲哦，国安法上路，香港会愈欢迎愈热烈。也毋过伫3月31这天，都有10间店收起来。过去的一个月哦，毛几啊百间店拢收起来咯。册店有真侪人揸相机来翕相留念。这间伫香港上款的有名独立册店建山册店，3月31是最后一天营业。有册迷特别来买册，送别充满回忆的独立册店。建山册店去年12月宣布，因为册店一直和身边的人投诉，每礼拜拢会收到港府各部门的警告批，才会决定要关店。我感受就係因為而家嗰啲後生仔啦，或者香港人都會嚟講，可能會少啲接觸呢一類嘅獨立書店，即係可能會接觸多啲連鎖嘅書店啦。咁所以呢啲獨立書店除咗係賣書之外咧，就有一種大家書友去聚集，大家去一個聯繫嘅地方。咁如果冇咗嘅話，係好可惜咯。册店正門店員用黑紅白三色態度，到處思想物件稱字，講出真濟人內心的想法，所以也予獨立冊店成做港府打壓的目標。尤其香港立法會今年3月通過基本法23條，而且已經生效，佫進一步打壓自由甲人權。雖然港府講國安法上路，香港佫較歡迎，但佫事實算毋是安尼。今日是31這一天，至少10間店關門。政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指出，政治手段無法度禁止人的生命自由。It is a spirit, and that spirit is unvanquished. It's not. It does not disappear. It does not become depressed because of all this. It actually, you look at how cheerful people are. You know, they are totally undaunted. 疫情之後，香港經濟起來不如預期，移民潮香港人消費模式改變，甲疫後起租金等因素，讓香港數百間店喺過去一個月無奈結束營業。其中佫是餐飲甲消費上嚴重，不止傳統店頭擋不落去，甚至有名連鎖集團攏被迫減少營業規模，讓人真煩惱香港嘅經濟前途。公司新聞鄭慧珍報道。